好戲壓軸，高潮迭起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即將迎嚟一段蕩氣迴腸、扣人心弦嘅經典粵劇折子戲《殺眾妻》。呢一出戲劇情張力十足，唱腔鏗鏘有力，表演細膩動人，充分展現出粵劇傳統行當嘅功架同埋南派藝術精髓，一直都係深受戲迷朋友嘅推崇同埋喜愛嘅。有請一級演員、廣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陳振剛，聯同資深曲藝唱家陳慧蘭，為我哋聯手演繹《殺眾妻》，掌聲歡迎！
那夢，聲聲清輕如響，真能共同殺心腸。今夜風裏寒冷應，可否逢空花金額長，淚眼看，青煙撩人那亂。公主錯吧！你辛苦啦！辛苦，身不苦心，最苦。哦，駙馬爺，你講乜嘢呢下？我冇講乜嘢，我係問公主今晚品什麼神，念什麼經啊？哦，提起求神拜佛，講咗出來，駙馬爺又要件事。此話怎講？聽啊！
原來是什家？求什麼神靈降罪，一把無情劍，千斤罪要破。哎呀天，天把天，天打你若有情，何堪亂掂冤家，錯上鴛鴦幫公主你何所問？請直說無妨。吾家有誓實，婆婆祈願討血仗，敢問仇家何名姓？妻子居住在何方呢？公阿主，吾家殺父仇，一言難盡講。吾家仇恨，吾家事，無須公主的問端詳問端詳。駙馬宴茶言，妾是吾家人，我當為吾家上。縱是仇家勢位比天高，我家父王位極運瀟灑，仇家縱在天腳底，一張皇榜要他無處藏，無處藏。公主天啊啦！仇人勢位比天高，確在雲霄上。若問仇家名和姓，天下早傳揚。要緝拿此奸雄，不須貼皇榜，遠在天腳底，跟在我身啊！公主天啊啦！為父報深仇，今宵討血仗，先殺王家女，後追你父王殺。駙馬爺平白無端，斬斬殺殺，不講明白，我死也不敢啊！公主，你來看，18年前臆測暗朝山漢，我哋同戚奸賊捨身拔劍烏漢王，奸賊奪劍行兇，我爹爹死在金界血淋劍上，娘親為報國恨家仇，收藏此劍18年長。公主若追問吾家仇人，他就是你家爹爹姓王名望，為國為家也應以血還血，誓交國賊劍下身啊！
情幫，在生一副樣，不要一點情照難遇上，愛念斷，恩情靠腦後，好替付雪恨寫明符看幫。春心
位為我哋帶嚟咁動人嘅演繹。各位戲迷朋友，今日嘅四海星輝耀江南澳洲悉尼四海曲藝社30週年致慶演出呢，就即將圓滿結束啦。30載薪火相傳，粵劇藝術跨越山海，情繫中外。在此衷心感謝澳洲悉尼四海曲藝社、廣州粵劇院嘅精心籌辦，讓海內嘅粵劇之音呢歡聚一堂。而家我哋掌聲再次有請今日所有參與演出嘅名家演員、唱將，以及特邀掌辦師傅歐陽靖、頭家師傅林真良登台，有請咁多位，我哋掌聲歡迎。咁精湛嘅演出，送俾佢哋嘅鼓勵。感謝各位名家、一級演員、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以及眾位曲藝唱家嘅傾情獻藝，以精湛嘅唱功、細膩嘅表演，為我哋獻上呢一場高水平嘅粵劇藝術盛宴。祝願澳洲悉尼四海曲藝社越辦越興旺，32立再抱新章。祝願各位戲迷朋友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龍馬精神。我哋期待與你哋再次相見。